好啦，終於嚟到行程最後一日啦。誒、今日係2026年5月11號，而家時間係12點22分，嚟到呢個鄭州新井國際機場啦。要結束旅程啦，啱啱辦理咗 check in 手續啦。誒、起飛時間，我俾大家睇下先。CZ6477 1點55分啊。翻去經深圳再翻香港啦。係啊，好啦，鄭州再見啦。呢個就係新井鄭州嘅機場國內線嗰度。好啦，依家拍攝埋咁多先，拜拜。